迎大家出席由精英運動員慈善基金主辦、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嘅賽馬會好動城市計劃毅力12愛心跑暨運動嘉年華2026，參加者仲可以體驗多個以紅白藍為主題嘅一啲運動挑戰，並且咧喺富有香港地懷舊元素嘅運動打卡區入面咧，同一眾嘅精英運動員參與呢一個活力滿滿嘅本地嘉年華。如果用一個字嚟形容今日嘅活動呢，我可以話用愛嚟到形容嘅，因為咧呢個擺明愛心跑啦，咁所以呢，一定係傳遞愛心，大家呢以愛去到做運動。咁我喺度咧代表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同埋精英運動員慈善基金咧，非常之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呢個活動嘅。其實今年咧係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30週年。咁呢30年裏邊咧，其實我哋嘅信念咧就係希望可以聚集我哋精英運動員嘅力量。希望可以貢獻俾社會，回饋翻俾社會。咁呢咁多年嚟呢，其實我哋其中一個標誌嘅活動呢，就係毅力12愛心跑。咁呢個活動呢，已經去到第20屆啦。希望你大家都影響身邊嘅朋友，都可以動起來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毅力12愛心跑嘅目標。香港賽馬會呢，一直呢係致力推動本地嘅運動。我哋呢係支持全民運動。而今日呢一個 JC Fit City運動嘉年華呢個計劃咧，特別之處咧就係好簡單，用運動融入我哋嘅生活，讓我哋養成運動就係我哋嘅恆常習慣，達至呢我哋世界衛生組織同我哋講嘅每週你應該有嘅體能水平，從個人更加 fit， 更加鬆容，讓運動釋放我哋嘅壓力，揾到快樂之源之外呢，其實我哋亦希望透過運動呢，凝聚社會，讓我哋嘅 city 長遠發展。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形容今日嘅活動呢，我就會用共融啦。今日呢，無論我哋嘅年齡層啦，嗰個跨度都好大，小朋友、大朋友、老朋友，甚至物種都有好多喎。咁我哋除咗有人嘅朋友之外，仲有狗仔朋友，你話非常之共融呢。我哋希望呢份共融可以繼續落去啦。今日呢一場嘅毅力12愛心跑，唔單止係一個慈善嘅盛事，更加係一個精英運動員同埋市民互動嘅平台，俾大家喺奔跑入邊互相鼓勵，感受運動帶嚟嘅凝聚力同埋正能量。大家一齊帶埋你哋嘅狗狗一齊嚟跑，我都會參加。多謝大家。赛马会好动城市计划自2023年推出以来，已覆盖全港各区，设有不同运动班和比赛。我深信，100位 citizen 的就有100个动起来的理由。運動的力量是積極正面，可以改變人生的。今日我就會用愛心同開心嚟形容今日嘅活動嘅。點解呢？就係我哋話到明精英運動員，梗係要有愛心啦。我今日見到在場咧好多好開心嘅小朋友、大朋友，仲有狗仔一齊嚟玩，所以我就會形容開心同愛心。